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过去传统社会人讲人无双行财，所以伫社会咧行搭，你会看到讲一人一种的作风，一人一种的路线，有分文心甲武教的。干那看这两字文武，咱嘛知影讲这两句事是对比。去踅一个市啊，咱就看到有文市嘛，有武市。文市就是物件摆落，互人客问头家啊，这支肉赚偌济吼？这支300，这支落来吧咧，这支80就好。文心的文市的，啊那武市的咧，武市的就是踮遐，人客叫你去讲，你有提议也来提，有意啊也来坐。今仔日我要邀请轰动荡妈妈的露露小姐来演唱一条心事，谁人知？人数济民主关系，我今日介绍的产品绝对一刀斩。武市的就是主动鼓舞、主动推销的，文甲武相对比。文心呢，过去老辈咧讲牙病的，武市的唔牙讲腿啊，是牙低头病，无唔对啦。啊，毋过你嘛知影讲做一道的艰难。有的人咧讲你唔通看我牙病的，比牙讲腿啊更较重，你唔知尔。总是现代社会百款的头路，行出状元。你第一定要认真，爱认真认一路，咱就免惊无路通拖。啊，毋过过去人咧讲人无双行财，咱解文说理，国生嘛招你探讨过。现代就爱认真来讲究讲人上好有双行财，甚至3行财，因为万行变化的社会，咱各种的专长训练愈济，对家己是愈好。啊，毋过你若要训练真丰富的专长，毋得要拜真济先生，无毋对。讲到拜先生，台语原来有对比的用词。先生若甘的，讲会放步；啊，若唔甘的咧，讲会放步。这两句咱来探讨一下。咱知影有迄个先生吼，真有度量。恁来跟我学，甲我学，所有我这技艺，我这功夫，我拢要传互恁。即个讲会放步的先生。啊，毋过咱知影传统社会先生的烦恼讲吼，我做武士的，我才有叫婚，我才有结子。国前讲这江湖辈啦，听无要紧啦吼，我只要做生意就对啊啦。我若放步放互你吼，我惊讲你会去隔壁设一场啊，甲我拼，所以我甘愿放步咯，放步唱步，这原来正老辈咧讲的台语，放步甲放步相对比嘛。我著惊你出去甲我拼冠，所以我先生步数唔放，我甘愿放的，安尼叫做放步。啊，咱台语即摆已经要失传咱的，咱对咱的下辈囝儿时势，都要尽量放。台湾话要尽量长，唔通搁再放步啊！感谢你。